哇，你迄物鸡啊？你的啊？你的，你迄凤肉的呀，黄肉的啊？要放肉的啦，黄肉的你的。连无喷药的哦。哦，无大肉的哦，你迄高中无卡中的你的，你看。哦，真好哦，吃咯。挺好吃咯。哦，我们挨着傅师阿姨敢听歌嘞，佮讲当好吃啊，挨着洗一粒看下嘞哈。好啊。好嘞，洗好嘞。好呢，洗好看下，看迄凤肉也黄肉。好好吃哦。有长豆沙吗？哦。哦。哇，黄肉的呢，不过啊，唔好酸哦，就拉凤的就真跟当甜当好吃。好，阿姨，请问一下哦，是你的有嘛个好处啊？是栗啊，栗也是酸性食物，但是跟梅子无共用，老毛也无共用，老毛也冇共用。其实胃痛的严重唔是血糖道理的。哦，胃痛的人做唔得是痛道理的，胃痛的人就唔好是按道痛道，对胃唔好。毛也无共用，其实酸的吸落去身体里都免酸的。哦。你的其实算酸性嘅食物，故说其实都是几度，其手法咩酸的，唔好变做碱性食物，系安样意思嘛？系啊。哦，啊个毛盐呢？毛的碱酸的，唔过吸落去变碱性的。哦。好，按住先。你的糖酸也是当甜，甜的。好甜的，好，安来好一支。啊，红色嘅你的是甜嘅，甜嘅你的当好吃。好，你按用迄个呢？迄芒熟嘅你的。给我清酸，好，那唔敢是酸的人都会涂红色的梨的来是咯，好咯，按紫色上来了。你下面做